大家好，我係 Pop 嘅 Cruz， 今日同大家參觀康城地鐵站上蓋，落雨都唔使擔遮嘅全新屋苑海柏峰。先參觀呢個721尺嘅3房1套連儲密室，大家睇下個客飯廳，長形開積，冇多餘嘅角位，擺放大型家私都非常容易。全屋鋪設複合木地板，感覺溫暖得嚟又有質感。廚房係獨立緊全設計，配備雲石紋牆身，煮大餐都唔怕油煙。睡房方面，全部都設有大玻璃窗，採光度極高，作為家庭換樓之選，空間絕對足夠。如果你係兩口子或者單身貴族，咁就要睇下另外呢個呢個337尺嘅1房單位，採用開放式廚房，令客廳嘅可用空間大增。客廳連接住露台，大大提升咗室內嘅通風度。至於睡房，開積非常方正，擺床、擺衣櫃或者梳妝台都好容易。海柏峰有1800幾個單位，究竟邊個座向同樓層性價比最高呢？我為大家準備咗一份海柏峰嚴選單位名單，幫你篩走次選單位，鎖定最優質選擇。留言 PL， 我即刻 send 俾你。